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係啦，今日個分享會正式開始啦。咁咧鐘耀華就因為而家仲係做緊訪問咧，咁佢遲啲先嚟到嘅。咁我哋好榮幸就邀請到學聯副秘書長、前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阿 Lester 岑敖暉過嚟嘅，係啦。咁大家如果記得就係我哋喺罷課之前咧，其實逢親星期四咧都會喺呢度有一個嘅罷課大會啦。咁就商議一個罷課嘅方向啦，同埋運動嘅方向啦。咁相信大家咧喺當刻嘅一個嘅討論入邊咧，未必係諗到咧今日場運動係會變成一個全民嘅佔領運動啦。係啦，亦都係諗唔到就係今日係會維持咗第40日嘅一個佔領啦。咁就今日亦都係星期四啦。係啦，咁又係咁啱5點鐘啦。咁呢個時間咧，不嬲都係我哋以前咧罷課大會嘅一個時間嚟嘅。咁對上一次我哋開罷課大會就係9月29號凌晨啦。咁9月28號咧就係大家記得就放催淚彈，放咗87粒催淚彈嗰一日。咁就之後咧就喺嗰個罷課嘅大會入邊咧就通過咗咧就係無限期罷課嘅。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係啦。咁去到話今日啦，咁經歷過好多嘅事件嘅，包括就係學聯同政府嘅對話啦，包括黑社會嘅一啲嘅清場啦，警方嘅武力嘅清場啦。但係去到而家咧都仲係有3個佔領區嘅，就係金鐘啦、旺角啦，同埋大家應該比較少去嘅銅鑼灣啦，係啦。咁就當然而家就發展到第40日啦。學聯之前就提出一啲嘅唔同嘅方向啦，包括係講緊辭職公投啦、5區嘅議員總辭啦，又或者係超級區議員去總辭，去達成一個變相公投啦。同埋咧就提出咗一條北京線啦，就係希望係去北京同呢個領導人，即係我哋嘅總理李克強去對話嘅。咁而家究竟個運動嘅方向係點呢？同埋我哋究竟喺呢40日我哋有啲咩得着呢？將來去點樣去繼續去講緊去投入呢場嘅民主運動呢？甚至係講緊成個社會應該係向住乜嘢嘅方向去討論，去繼續去延續雨傘運動呢個嘅精神呢？咁就而家有啲時間就交俾阿 Lester 去分享一下。哇！而家中大有冇返中大？喂，我都好耐冇返過中大，點解我個感覺好似中大好似冷清好多咁？我都見到哇！我都見到啲組仔啦，好耐冇見佢哋。咁即係大家都知道，雨傘運動去到今日已經係大約4字頭啦。咁基本上一個社會運動可以捱到咁耐，或者可以堅持到咁耐，絕對係唔容易。上年我哋香港人都經歷過碼頭工潮，都已經覺得40日係一個相當之長嘅時間，或者係今年年中，大家都即係望住對岸發生嘅事情，就係太陽花學運，其實都只係23日。咁但係香港人可以喺呢場雨傘運動嗰度堅持去到40日，而且仲係見到香港人係有毅力、係有意志、有決心堅持落去。咁我相信呢一件對於香港都係一件相當之簡單嘅事情。我相信自從9月22號我哋搞罷課到而家呢，自從諗住搞罷課嗰陣呢，即係我啱啱都同上面喺度即係等緊呢一個分享會嗰陣，都喺度傾，都同啲朋友傾偈，都完全估唔到，即係當初諗住搞嘅罷課係會去到今時今日呢一個全香港人參與嘅雨傘運動。當初我哋諗住搞罷課，其實都係諗住唔係好搞得掂，即係可能會係得好少人，或者係可能得幾百人，或者係幾千人，最頂晒籠啊得幾千人，即係會參與呢個罷課。咁點知第一日就已經係即係有13000個13000個大專生喺呢個百萬大道嗰度參加罷課，而揭起咗成個嘅序幕。咁之後發展嘅事情，大家即係我相信呢度大家都係有參與雨傘運動，或者都係雨傘運動嘅支持者。咁我都唔喺度講咁多。咁我呢個分享會，我估會分幾 part 啦。第一 part 就係即係講一講對呢個雨傘運動嘅感覺或者分享啦。第二個就係即係做一做而家可能我哋呢個雨傘運動面對緊嘅困境，或者面對緊嘅困局。第三就係我哋未來可以做嘅方向，或者係點樣可以將呢一個雨傘運動嘅能量，或者點樣可以將呢個雨傘運動爭取民主嘅精神，
係繼續擴展開去，等呢一場爭取民主嘅運動、爭取民主嘅戰線係可以繼續堅持落去，而唔會潰散。咁我估其實呢一個雨傘運動的而且確係真係為香港人帶嚟咗好多新嘅事情，包括係創造好多歷史。而我覺得最重要嘅一點，其實就係改變咗整個香港嘅政治生態，改變咗整個香港人對於自己屋企或者係對於自己屋企未來個睇法係點樣。因為以往過去30年，我哋都係即係處於一個即係97之前，大家都知道香港係英國嘅殖民地啊。咁而英國殖民地嘅統治方式或者英國殖民地嘅管治方式就係佢有功能組別，有即係港督。咁基本上係佢係管治方式就係吸納一啲行政嘅精英，吸納一啲商界嘅精英去即係做一啲決策啊，做一啲政治啊，做一啲即係官啊之類嘅東西。咁基本上係完全成個嘅管治模式係排除一般香港人嘅參與，而一般香港人對於參與政治或者係對於所謂呢啲制度嘅關心，其實個興趣都不大。咁當然呢個同呢個制度有關啦。第二個我都有關嘅就係即係政府或者係所謂一啲權貴或者一啲有名望嘅人去鼓吹一種嘅精神，就係即係所謂嘅獅子山精神。咁我哋估呢個大家都喺呢一個所謂獅子山精神嘅論述底下長大。咁獅子山精神即係講到尾就係你鼓吹一種個人嘅心態，重視個人而忽略制度。你一個人能唔能夠成功，你一個人能唔能夠揾錢，你能唔能夠結婚生仔，就係取決於你個人夠唔夠努力，你夠唔夠勤力去讀書啦，夠唔夠勤力去做嘢啦，夠唔夠俾心機去揾錢啦，夠唔夠搏命啦。咁但係似乎同你身處緊嘅制度，包括你嘅政治環境，包括你嘅政治人物或者你嘅政治制度，係似乎係冇關係。咁而一般香港人對於呢一個嘅熱衷都似乎不大。咁我估呢一個就係可能可以好概括過去30年香港人對於民主或者係對於自己屋企嘅心態，就係可能你會當香港你就係一個所謂安居樂業、落地生根嘅地方，而你關心嘅事情就係結婚生仔，或者你能唔能夠揾足夠嘅錢，能唔能夠買樓，能唔能夠開飯，能唔能夠得閒去食下好嘢。咁但係對於你自己屋企嘅命運啦，對於香港未來啦，對於香港前途咧，似乎以往香港人嘅關心，似乎以往香港人對於呢樣嘢嘅熱衷係真係不大。咁包括係即係嗰陣嘅中英聯合聲明，或者係即係傾呢一個中港問題嘅時候，即係中英港問題嘅時候，香港人嘅參與其實相當低啦。咁自從89年之後，香港人嘅政治參與或者係政治啟蒙必然係高咗好多，因為即係受住8·9文匯呢件事情影響。咁但係對於我係一個香港人，我要決定自己命運呢一個心態，始終都係不強。我會話係不強。對於政治、對於制度嘅關心咧，始終都係不濃烈，始終都係以能唔能夠揾食啦，能唔能夠買樓啦，能唔能夠買車啦，能唔能夠養到你個 BB 咧，係你最重要嘅東西。咁點解會話呢一個雨傘運動係改變咗成個香港呢一個政治生態？我估其中一個好關鍵性，亦都好標誌。呢個我都知，都曾經都講過，就係獅子山上面嘅我要真普選，我認為係相當之有呢一個標誌性。獅子山上面掛住一個，即係獅子山精神，啱啱都講過，其實係一個好重視個人嘅努力，而去忽視制度，包括係忽視政治制度，包括係忽視制度對於個人嘅剝削，包括係忽視制度對於個人不公呢一啲之類，同個人同埋制度之間嘅分野其實係分得好開。咁大家都冇一個我係香港人，香港嘅政制係關我事，香港嘅政制係關香港嘅前途事。而因為我係香港人，所以我係關心香港政制，因為我關心香港前途。呢個心態似乎不強。咁但係呢一個獅子山上面嘅我要真普選，我會覺得就係標誌住雨傘運動其中一個精神，就係告別以往呢一種咁嘅政治冷感嘅模式，告別以往只係將香港當做一個落地生根，當做一個即係所謂安居樂業嘅地方，而係真真正正當香港係真係自己屋企，香港嘅前途、香港發生嘅事
或者香港身邊嘅人發生嘅事，其實唔係同我冇關，其實係同我好有關係，甚至我係會好主動去關心。咁所以先至會有呢一個雨傘運動。我哋見到有好多朋友食催淚彈，我哋會出嚟。我哋見到人大落3集，香港嘅民主、香港嘅前途係俾嗰170個我哋完全唔識嘅人大常委去扼殺咗，我哋係會憤怒，我哋唔會再漠不關心，因為我哋終於都明白到，香港人終於都明白到，香港嘅政治制度其實同我哋個人係絕對係分唔開。香港嘅政治制度傾斜西環，傾斜中聯辦，俾特區政府、俾北京去壟斷，俾李嘉誠、俾大財團去壟斷，其實同埋我哋嘅生活係絕對係息息相關。咁所以呢一個獅子山上面嘅我要真普選，一個獅子山精神一個咁去政治化嘅地方，掛上一個咁政治化嘅標語，其實我會覺得係一個相當之顛覆性，或者係基本上係標示住呢一個雨傘運動精神，就係好簡單。香港我主場，我係香港嘅主人，我要做香港嘅主人，我唔要再做人哋嘅奴隸，包括我唔要做李嘉誠奴隸，包括我唔要做地產商嘅奴隸，包括我唔要做北京嘅奴隸。香港呢個地方既然係我中意，我喺呢度土生土長，咁我就要有份參與。我嘅未來，我嘅政制，一啲重大決策都必須係要有香港人係參與當中。咁所以我會覺得雨傘運動的而且確就係開創咗呢一個咁樣嘅歷史嘅新一頁，去告別以往可能係一個殖民心態，可能係一個過客心態，可能係一個崇尚個人主義嘅心態，而係真真正正香港人係會關心一啲公共議題，係會關心一啲制度嘅東西，一啲同我哋似乎以前覺得好遠，就係譬如話特首啊、立法會啊，同我哋好遠，但係其實諗真啲，絕對係同我哋息息相關嘅東西。咁所以呢個運動延續落去，你睇落去就係一啲嘅口號啊，或者一啲嘅性質，都同呢一種我自己要當家作主，香港嘅命運就係由我自己話事嘅心態係好有關係。譬如就係話呢個運動係好強調冇大會咧，呢個運動係好強調每個人都係自發參與，每個人都係有一個自發性喺度咯。咁呢個自發性就係代表呢個地方就係我有份我就要自己爭取，我唔要靠人哋，我唔要再靠李柱銘，唔要再靠司徒華，唔要再靠一啲政治明星，我唔要靠周永康，唔要靠黃之鋒，亦都唔要靠梁禮國，而係我要靠我自己嘅雙手，去用我哋嘅努力，去用我哋汗水，去用我哋嘅參與，去爭取一個我哋屋企嘅前途，我哋屋企一啲好重要嘅東西，包括就係而家我哋講緊民主，包括就係我哋講嘅公民提名，包括就係我哋講緊嘅特首選舉，包括就係我哋講緊嘅立法會選舉，呢一啲都係同埋呢個香港人嘅心態，或者香港人呢一個政治角色好有關係。咁所以第一點就係即係同呢一個告別獅子山精神有關嘅，我會覺得就係呢一個群眾嘅自發性。第二點，我會覺得嘅就係好告別以往嘅一啲社會運動或者爭取民主嘅一啲模式，因為過去30年香港其實一路都有民主運動，香港人一路都有人喺度不斷爭取民主，但係似乎講嚟講去都係嗰幾位嘅朋友名字，譬如就係話李柱銘啦，譬如司徒華啦，譬如話係即係今日仲係搞緊佔中嘅朱牧啦，呢一啲可能一啲由年紀輕輕爭取到佢年紀好老，甚至阿華叔已經過咗身。香港人以往係好依靠呢啲所謂嘅政治明星或者係政治領袖去代表你自己，或者去代表你去爭取民主。但係呢場運動好明顯就係告別咗呢個心態，就係我哋嘅事就係由我哋去爭取，我哋自己去砌。呢個我會覺得係即係第二個雨傘運動特別或者係珍貴嘅地方。第三樣嘢係呢一個雨傘運動其中一個即係可貴嘅地方就係每一個人都係會即係喺個佔領區嗰度咧，大家我想問有幾多個朋友咧係有喺佔領區嗰度去過，有去過佔領區，有喺佔領區嗰度瞓過覺，或者係有參與過當中嘅一啲實務或者當中嘅工作。咁其實我估如果你有參加過嗰啲嘅實務或者參加嗰啲工作咧，
你係好見到嗰一種真係民主嘅精神體現喺佔領區入邊。民主講嘅嘢當然就唔係講緊民主嘅精神，當然係可以體現喺選舉入邊，當然係可以體現喺一啲政治嘅選舉，包括特首選舉，包括立法會選舉入邊。但係更加重要嘅係民主係講緊嘅係每一個人嘅關人參與，每一個平等嘅公民都係有佢嘅權利去決定一啲呢個地方嘅事務。而我會覺得佔領區入邊做緊嘅就係呢一樣咁樣嘅東西，包括我哋好有系統、好有自發地、好有即係非常之 organic地去有一啲嘅物資站啦，去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嘅功夫去有人去分工啦。譬如話物資站，譬如話醫療隊，譬如話糾察隊，譬如話係有唔同形形色色，真係成個社區咁樣嘅生活啦。包括係我哋會見到而家3個佔領區入邊都係有自修室，3個佔領區入邊好多都係似乎有一啲即係俾人傾訴啊，有人幫你禱告啊，有人幫你按摩啊，有人去幫你去即係做一啲安慰嘅工作，真係好似即係做公民抗命之餘，做佔領之餘，你係可以做到一個真係屬於你嘅社區。而呢一個社區係冇市政，係冇市建局，亦都冇政府，亦都冇消防局，亦都冇醫院，亦都更加係冇警察，有警察嘅，不過係即係唔關事嗰啲。而係即係你佔領入邊嘅朋友，佢自己一手一腳落手落腳去，真係打造一個社區出嚟。咁我相信呢一個係更加重要嘅，就係真係可以彰顯或者係可以體現到一個民主嘅精神係應該係點樣。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今次雨傘運動嘅第3樣東西。第4樣東西係呢個，我覺得亦都係相當之重要。但譬如話，大家都知道呢場運動係一場即係全民嘅運動，係一場全香港嘅運動。但係我哋都知道呢場運動係由呢個大專生罷課開始，而當中參與雨傘運動絕大波都唔係絕大多數嘅，好多都係年青人嘅身影，或者係年青人嘅聲音，支持雨傘運動，或者係雨傘運動嘅死忠，或者係堅守者，好多都係30歲樓下，或者係一啲年青人。我估呢一個對於梁振英政權或者係對於政府係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可能雨傘運動完咗之後，我哋一啲嘅組織者，譬如話我同阿張秀賢係會被瘋狂秋後算賬，即係可能係會俾人檢控好多條罪名，包括可能7·2即係一度嗰件事件啦，包括可能係公民廣場啦，同埋包括呢一個雨傘運動嘅即係40日嘅完嗰陣，我估唔止40日，可能400日都唔定。即係呢一個咁長嘅佔領，佢必然係會對於某部分人或者係好多嘅人去檢控啦、去拘捕啦，甚至係即係會定罪、會有案底，咁可能係判得重啲，可能坐監都唔定。但係更加重要係佢可能可以，即係我想講嘅係佢可能可以即係透過呢啲去打壓我哋，或者係所謂清算啦，或者係同我哋去計數。但係呢場運動重要嘅地方係佢嗰87粒催淚彈同埋佢人大嗰3道鐵閘，基本上係喚醒咗一整代香港人對於香港前途嘅關注，對於民主嘅追求，對於民主嘅熱誠。呢一個佢係無論點樣，佢無論拘捕得幾多人，或者佢無論將幾多人收入監牢，佢都係不能夠磨滅呢一團火，或者磨滅呢段熱情。因為呢一個民主嘅種子，或者係對於呢一個對於呢個家嘅關心嘅種子，已經係喺呢一個年青嘅一代，即係譬如話係16至30歲呢一代人，係真係萌芽得非常之蓬勃，係呢一個意識係真係非常之好。而呢一個絕對唔係一個虛火，呢一個係建基於我哋對於香港嘅感情，我哋對於香港未來追求，我哋對於民主，我哋對於公義嘅追求。呢一啲並唔係一個清場、一支警棍、一支胡椒噴霧，或者係100粒催淚彈，或者係將你100個人送入監牢係可以磨滅。呢一個對於香港影響必然係非常之深遠。即使呢場運動可能我哋會有心理準備，係的而且確係未能夠有機會係未能夠一步到位，未能夠立刻落實公民提名，甚至係令到佢對於人大呢一個嘅決議有一絲刻嘅讓步都可能未有。但係佢要面對嘅就係一整代人
對於呢一個專制政權反抗。以後梁振英講啲乜嘢係我哋係唔會聽，在座各位都係唔會聽，係唔會信服。佢推行啲咩政策，佢推行啲乜嘢管治嘅措施，基本上我哋都係唔會信服，亦都咧係唔會臣服於佢嘅管治。因為呢一個政府好簡單，就係唔係我哋嘅政府，唔係我哋選出嚟，更加唔係代表我哋，更加唔係為咗我哋嘅利益，更加唔符合公義。呢一個佢要面對嘅係一整代人不斷咁樣去對佢作出挑戰，對佢作出批判，對佢作出反抗。所以佢能夠可能可以將我啦、將黃之鋒啦、將周永康，佢可能可以判好重，或者係判5年10年監。不過呢個係9成9都唔會。咁佢就即使佢可以咁樣做，都係不能夠壓榨或者係不能夠消滅一整代人對於民主或者對於香港嘅關注同埋對於香港嘅追求。我估呢個第4點，呢個真係其中一個雨傘運動係對於香港其中一個影響最深遠或者係最為久遠嘅地方，就係佢已經破壞咗一個政府同埋一整代人之間嘅信任，同埋佢已經失去咗佢一整代人面前失去咗佢嘅管治威信同埋佢嘅管治能力。佢今次可以清場，但係佢下次都不能夠阻止下一次嘅佔領出現，更加不能夠令到大家係心悅誠服地管治。我估呢幾點係對於香港嘅影響絕對唔係流於幾個月，或者唔會係流於呢一個佔領，而係相當之深遠。因為大家即係在座，我相信有大學生啦，有中學生啦，或者可能有一啲畢咗業嘅朋友。咁你年長咗之後，你畢咗業之後，你入咗大學之後，甚至係讀完大學畢咗業之後，你係會去到唔同嘅領域、唔同嘅範疇去做嘢。可能有啲人做喺醫院度做嘢，可能有啲人係老師，可能有啲人做老師喺學校度教書，可能有啲人即係做各行各業，做地盤又好，做運輸又好，做機場又好，做機師又好，做空姐又好，就係呢一整代人喺呢場運動嘅覺醒，就係未來會喺唔同各行各業散發開去。你可能喺金融界度發光發熱，你可能喺銀行界度發光發熱，你可能喺學校，可能喺醫院，可能喺運輸界，可能喺機場嗰度有你嘅事業。但係你唔會忘記你參加過9月28號至到知道幾時完嘅雨傘運動。大家係唔會忘記呢場運動，亦都大家係唔會咁容易可以磨得甩呢場運動對於大家嘅影響。咁所以呢一場運動好，即使係未能夠為香港帶嚟有啲咩實質嘅制度上面即時轉變，但係人心上面，我會相信，尤其是年輕人上面，我哋係贏咗一個好大嘅一仗。咁講到即係喺人心上面贏咗好大嘅一仗，咁不得不提或者不得不講就係即係下一部分，我哋呢一個雨傘運動面對緊嘅困難或者面對緊嘅困境係啲乜嘢？大家知道，即係雨傘運動去到40幾日，政府係試過，我估1至2，即係9月28號試過一次，即係認真清場行動，咁結果係失敗啦。咁你朝頭早佢喺旺角度拆鐵馬或者拆路障，夜晚係俾1萬個人反包圍，係重新即係光復翻旺角。咁我相信政府佢短期之內，可能即係呢1-2個禮拜之內都係唔會去喐呢啲佔領區，或者唔會清場，亦都唔會作出任何嘅拘捕行動。咁佢用嘅方法就係拖延戰術啦、消磨嘅戰術啦，用一啲用民意去打呢場雨傘運動啦，爭取一場民意戰啦，用人民鬥人民啦。譬如話佢會去講好多一啲真係受呢場佔領運動影響嘅商鋪啊、中小企業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交通受到影響嘅街坊嘅市民，對於呢場運動嘅抹黑，或者對呢場運動嘅打壓，或者對於呢場運動嘅不滿，去希望拖垮整場運動，再配合埋政府 B 隊，即係周融佢嗰啲嘅藍絲帶行動，佢嗰啲簽名行動，佢去做好多嘅簽名，每日都喺社區度做190，應該有成200個街站，咁900個街站，原來900個，哇！咁啊真係好誇張。咁佢即係每日去成1000個街站，咁佢即係去講藍絲帶、講反暴力、講還老於民、講反佔中、講即係抹黑我哋，去將呢個民意係
推向我哋即係 against 我哋呢一邊。咁佢呢一個我哋覺得的而且確係我哋面對緊一個相當之大嘅困難，就係、面對住民意慢慢流失，包括係3類人對於呢場運動嘅即係無論係方向上面，或者係慢慢即係無論方向上面嘅迷失啦，或者係慢慢對於呢場運動唔再支持。包括第一類就係、其實佢係支持認同呢場運動，但係佢因為一啲原因不能夠參與，譬如話可能佢係公務員啦，譬如話佢可能係一個即係家庭主婦，佢係要有成頭家要養，譬如話可能佢係一個基層嘅市民，佢係要朝9晚12咁去翻工，佢基本上喺公餘嘅時間，除咗瞓覺之後都冇太多時間可以參與呢個佔領咯。咁呢個係第一類人咧，就係、支持運動，但係不能夠親身參與佔領。第二類人就係、同我哋有一個相同嘅目標，同我哋有一個相同嘅訴求，譬如就係話大家都支持真普選，大家都唔鋸梁振英，大家都唔妥梁振英，大家都覺得即係可能都甚至係話要公民提名或者係要廢除功能組別，但係佢唔認同佔中，佢唔認同佔領，佢唔認同即係公民抗命呢一個行為，所以佢會慢慢由即係同我哋嘅訴求或者同埋我哋嘅目的係相符嘅時候，都不能夠係會親身參與，甚至係話唔會再支持我哋呢一類人。我哋係第二類，即係呢一類嘅朋友，我哋又係慢慢流失緊。第三類人就係嗰啲其實係好多都係可能對於呢場運動，我哋嘅訴求啦，我哋嘅緣起啦，我哋呢場即係呢班人口仲有啲乜嘢係一知半解嘅朋友咧。即係譬如話好多喺社區入邊嘅街坊、社區入邊嘅家庭主婦，或者係一啲即係啱啱講過嘅每日做到即咁樣嘅基層市民，佢基本上係冇時間，或者係佢冇一啲興趣去了解大家做啲乜嘢。咁佢見到周融嗰198個街站，咁就慢慢就會去咗，即係接收咗佢啲論述啦，聽咗佢啲講法啦，就話我哋呢班人阻住經濟發展啊，霸住條路啊，破壞法治啊，反中亂港啊，收外國錢啊。咁呢啲講法佢哋慢慢就即係聽，即係因為佢哋淨係聽一套，咁啊就慢慢去咗佢哋嗰邊。咁我哋而家面對雨傘運動嘅問題就係、冇錯，9月28號去到10月頭，我哋係基本上得到全香港人嘅同情，甚至係有全世界嘅目光嘅注視，全世界外媒嘅注視，去即係關注香港呢一個雨傘運動啦。咁但係慢慢去到而家，唔好意思，政府即係用呢一個嘅策略，或者政府用呢一個嘅戰術，的而且確我哋見到佢係奏效。即估勿論周融佢嗰900幾個街站，佢嗰200萬個簽名，佢嘅水分有幾高？我唔知有幾個斯朗拿度，或者有幾個美斯係即係支持反佔中，亦都係有唔知有幾個外國嘅知名球星，或者係唔同顏色嘅絲帶人，即係黃絲帶啊、藍絲帶啊，咁佢又有簽名反佔中。但係的而且確，佢的而且確係有一股民意，或者係佢有一股力量喺度，就係佢而家有200萬個簽名，即使佢200萬個簽名入邊有好多係水分，有好多個斯朗，有好多個踢波嘅人，即係喺外國踢波啦，唔係香港踢波啦。咁但係扣埋，我相信都有50至100萬人係真係即係聽咗佢哋嗰套而真係去咗簽名。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呢個雨傘運動面對好大問題，就係我哋所有組織者所有嘅目光都係擺喺3個佔領區嘅同時，我哋係將18區或者係全香港唔同嘅社區係俾周融拱手相讓，而我哋係冇任何嘅即係黑金啦，我哋冇任何嘅還擊之力，或者係未有任何嘅反撲可以做到，去爭奪翻嗰3類人嘅支持，包括係支持但不能夠參與佔領、支持民主但不支持佔領，同埋嗰啲未係仲唔係好知發生咩事嘅朋友，對於我哋嘅反對或者對於佢嘅支持，呢個我哋黑金係我會認同，或者係不得不承認，我哋的而且確係落在下風，而且係民意係越嚟越逆轉喺對面嗰一邊。咁所以而家運動要挽救嘅其中一個方向就係必定我哋唔能夠僅僅將呢一個目光放喺佔領區嗰度。佔領當然係要繼續做，佔領當然現階段係未有條件或者未有時機係講撤退，因為政府係完全冇任何實質嘅回應，或者政府冇任何實質嘅讓步。呢個我哋係完全係冇時機或者係冇一個理由
去俾佔領咗咁多嘅朋友翻屋企休息。咁所以佔領必然係要繼續做，但係點樣喺佔領嘅同時，點樣喺即係所謂霸住條路，阻住人揾食，阻住人翻工，阻住人呢一個搭車嘅同時，都可以得到香港人嘅諒解，得到香港人嘅認同，甚至係得到香港人支持。呢一個係我哋必須要即係好認真去處理嘅問題。咁所以呢度即係我哋呢度圍埋，我估都有100零個大學生或者係100零個學生。咁而大家我啱啱都講到，學生喺呢一場運動或者係大專生、年青人、年青嘅朋友喺呢場運動其實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你係帶動住社會嘅發展，你係帶動住社會嘅進步，你係呢場運動嘅中堅分子或者係核心嘅人物。咁大專生喺佔領嘅同時，或者係關注雨傘運動，或者係即係關注3個佔領區嘅同時，我哋可以做啲咩？我會覺得我哋而家即係當務之急，下一步嘅階段其實係要鞏固翻我哋一啲好根本嘅東西，就係2樣嘢。第一樣嘢就係我哋點樣可以聯合翻或者係組織翻大專生嘅力量，去將呢一個雨傘運動嘅精神，或者係去將呢個雨傘運動嘅力量繼續擴展，或者係繼續發揚開去。因為大專生其實我相信係真係有股相當大力量。喺呢一個9月28號，即係雨傘運動未爆發之前，9月22號其實都已經有13000個大專生喺百萬大學罷課，13000人絕對係一個相當之大嘅數字，都發揮個力量係相當之大。咁姑勿論，即係更加唔好講話雨傘運動爆發之後，更加多嘅大學生，更加多嘅大專生係對於香港民主運動、對於雨傘運動或者對於民主嘅支持。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呢8萬個大專生入邊，即係淨係計8大院校啊，呢8萬個大學生入邊，可以聯合到或者可以組織到嘅力量，其實已經係可以相當之大。所以第一步就係我哋點樣可以鞏固翻，或者點樣可以固本培元，就係呢場運動，我哋係由大專生罷課去開始，由大專生罷課去啟動。咁我哋點樣可以用翻呢一個大專生嘅生位，或者係我哋點樣去負翻大專生嘅責任，去行多一步，去令到運動嘅成效或者運動嘅力量係真係可以更加大，甚至係可以遍地開花，甚至係可以將而家已經逆轉緊嘅民意係扭轉翻嚟，係扭轉翻成個局面咧。呢個可能大家係可以一齊諗。第二個面向就係，我好相信我哋而家要做嘅東西就係必然係要走翻去社區，必然係要走翻去唔同嘅社區或者係地區入邊，去向唔同嘅街坊，去向我啱啱講嘅3類人，去爭取翻佢哋支持，去同佢哋好 humble、好謙虛咁樣解釋我哋究竟可以做緊啲乜嘢。譬如話派傳單，譬如話嗌咪，譬如話即係有啲可能好啲耐心，或者係善於同人溝通或者善於同人傾偈嘅朋友，可以真係做一啲嘅街坊傾偈隊，去聊啲公公婆婆或者聊啲街坊去傾偈，同佢哋講話我哋呢班大學生其實唔係搞震，我哋呢班大學生其實好清楚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即使我哋係冇錢，即使我哋係即係啲外國勢力可能係就算有泵水都泵晒喺至尾人嗰度，我哋係完全冇收錢，係可以好慢慢咁同佢解釋。我相信呢一個係即係可能係好吃力或者好攰，但係係好重要，而且係對家係做咗好耐，亦都似乎個成效係有嘅一個工作，就係走翻社區，走翻入唔同嘅面向，走翻入地區去面對翻成個香港，爭取翻香港對於年輕人嘅支持，或者爭取翻香港人對於雨傘運動嘅同情，甚至係支持，令到呢場運動係唔會失去咗，完全失去咗嗰3類嘅支持，繼而令到呢場運動只係變成咗嗰3個佔領區佔領人士嘅所謂一個好小嘅運動或者好小型運動，令到呢個運動慢慢潰散。呢個我覺得係相當重要，係點樣可以用我哋大專生嘅力量，用年青人嘅力量。我知道即係2個禮拜之後應該就係 midterm 啦，係過咗 midterm 係大鑊，係2個禮拜之後翻到之後就係即係放呢一個
放大假啦，咁大學生又重新又放假，重新又放翻出嚟，重新又放監。咁我哋可以係趁住呢段時間，其實我哋可以有好多力量、好多嘅功夫可以做到。咁即係我啱啱我包括講嘅，即係用唔同嘅方法走入社區啦，包括可能擺街站啦，包括可能係即係而家佔領區有朋友做緊嘅就係、即係你可能係喺度整一啲絲帶，整一啲嘅黃絲帶去派發。咁我哋呢啲功夫除咗喺佔領區度做，亦都同時係可以喺唔同嘅社區度做。就喺即係我都唔可以周融隔離做啦。咁喺周融嗰啲嘅街站，可能對面啦，可能第二條街咧，咁我哋都同佢講翻我哋嘅東西、我哋嘅信息、我哋嘅理念，我哋點解要出嚟，我哋點解要咁辛苦要瞓街，甚至係可能要放棄自己學業，甚至可能係會放棄自己嘅前途，去爭取緊啲乜嘢，去我哋喺度做緊啲乜嘢。咁呢啲透過溝通、透過解釋，我相信香港人最終都係會企喺我哋呢一邊，會企喺雨傘運動嘅支持者呢一邊，會企喺反對831決議、反對梁振英呢一邊。呢一場仗，如果我哋係真係肯用呢一個心力，肯俾心機去落去打嘅話，絕對唔係一場冇得打嘅仗。斯朗拿度踢波好勁，但係講搞政治運動，尤其是喺香港搞雨傘運動，我相信香港人係可以挑得贏斯朗拿度。呢個係即係我覺得未來嘅方向，即係第二，即係可能呢幾個月我哋要做嘅東西。咁即係最後一樣嘢，可能即係關於運動想講嘅就係呢一個嘅辭職公投，或者係即係議員嘅公投。咁我相信呢一個公投喺唔同嘅朋友心目中係一件相當之有爭議嘅，或者係覺得點解要咁樣做咧？搞嚟做乜嘢咧？好地地呢班泛民又喺度做乜嘢啊？呢班泛民議員冇事搞又揾事嚟屙咁樣。咁可能即係大家都會有呢啲嘅諗法。唔緊要，我自己我個人係好支持呢一個嘅辭職公投，或者係好支持呢一個嘅議員投票、議員辭職去搞呢個投票，無論係5區抑或係超級區議會，呢啲技術問題可以再處理。咁我講一講點解，即係我會覺得呢個辭職公投可能係運動下一個階段，或者運動下一步可以做嘅一樣相當重要嘅東西。咁第一個原因就係當然同啱啱嗰樣嘢好有關係，就係點樣可以轉化呢一個雨傘運動嘅力量，去即係翻入社區，去爭取翻香港人支持，爭取翻香港人同情，爭取翻香港人理解，爭取翻香港人同埋我哋企喺呢邊，而唔係企喺周融嘅嗰一邊。咁呢個係我相信自己公投可以做到。咁當然你話有人話，如果冇自己公投，你一樣可以入社區，一樣可以做你嘅街站，一樣可以喺社區度派黃絲帶，一樣可以揾街坊傾偈。當然，如果最終自己公投搞唔成嘅話，我哋都必然係會去組織朋友去做呢一個嘅即係地區嘅工作，或者係去翻社區度做宣傳。但係我想指出嘅係，如果有一個辭職公投係背後做 backup， 有一個辭職公投作為一個政治運動，作為一個 campaign 嘅話，嗰個喺社區嘅政治能量絕對係大好多。因為如果你普通一個擺街站，可能你係會有成效嘅，我唔會覺得冇成效，因為我覺得呢樣係一個好重要嘅東西，一定係會有成效。咁但係如果你有個選戰喺背後逼住，有一個咁大嘅議題，有一個咁大嘅 campaign 喺後面逼住，你可以喺社區入邊發酵嘅能量，你可以喺社區入邊即係做到嘅東西，必然係比你就咁行入社區，就咁攞住支咪去嗌係大好多。咁呢個係即係第一個原因，就係希望可以用辭職公投呢一個作為一個工具，作為一個平台，去令到雨傘運動嘅力量可以真係做到遍地開花，可以真係做到轉化社區，轉化去社區，去到唔同嘅地區爭取一啲不會去參加佔領，不能夠參加佔領，甚至係不同意佔領嘅朋友嘅支持。因為大家其實無論你參唔參加佔領，有好多人都係一樣，都係一個目標，就係我要民主，我要一個民主嘅政制，我要一個提名權利，我要一個選特首嘅權利，我要踢走梁振英。呢個好多香港人嘅一個共同目標，即使無論佢支唔支持佔領都好。而辭職公投或者係一個議員嘅變相公投，
就係我會覺得呢一個效果係一定係可以做得到。第一，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即係啱啱講到周融，佢其實嗰900個街站，好多人都係即係攞住佢嚟即係當笑柄，或者係攞住佢嚟笑。但係的而且確，雖然我哋又唔知有幾多個，唔知有幾多隻噴火龍，唔知有幾多隻比卡超，唔知有幾多隻寵物小精靈，亦都唔知有幾多個斯朗拿度係支持呢個周融。但係無可否認嘅係，佢的而且確係攞到一個量化嘅民意，佢係真係可以揸住200萬個簽名，大大聲、振振有詞咁樣話：你哋翻屋企啦！我哋有200萬香港人支持我哋有200萬個市民係企喺我哋呢一邊，你哋快啲翻屋企，唔好再同200個香港市民為敵。咁但係雨傘運動咧，雨傘運動係冇一個咁樣嘅工具係可以彰顯到民意。我哋可以講嘅最多都只係可以話係20萬人支持呢一個，即係參與呢個公民抗命。但我哋實質知道支持雨傘運動嘅，或者係即係認同呢一個民主，或者係反對呢個831決議咧，遠遠一定唔只要20萬人。831未落閘，催淚彈未出之前，都有80萬人出嚟投票咧。而家成個嘅民意唔同咗，成個運動唔同嘅時候，又點會只係得80萬人係對於呢個運動有興趣或者支持呢個運動？但係我哋係冇，即係如果唔搞辭職公投嘅話，其實係冇一個嘅工具，亦都冇一個平台咧，係俾我哋去做呢一樣嘢，去堂堂正正咁樣同周融去對撼一次。咁如果我哋搞一個公投，我哋可以邀請周融過嚟，你咪用你嘅政綱，你咪用你嘅橫路於民咯，你咪用你嘅破壞法治咯，你咪話你要袋住先，去同我哋嘅候選人去選咯。候選人係邊個唔緊要，最緊要係個政綱或者個最緊要係個議題係點樣。就係我哋要真普選，我哋要831決議，我哋要否決，我哋要重啟五部曲，我哋要公民提名，我哋要廢除功能組別。你咪拱個天花龍鳳嘅人出嚟選咯，周融出嚟選都得嘅自己。佢咪話佢橫路於民咯，咪話佢即係破壞法治，咪話佢要支持政府、支持警方執法，要袋住先。咁呢個佢如果佢出嚟選嘅話，咁選輸咗佢梗係冇嘢好講啦。如果我哋選輸咗，我哋當然我哋自己都要反省。究竟我哋嘅力量係咪真係未夠咧？究竟我哋係咪真係做得嘅工作係真係做得未夠咧？究竟其實係咪我哋真係所謂一啲參加雨傘運動嘅支持者，其實喺度自嗨緊？其實我哋得唔到香港人支持，咁我哋咪再翻去，再做深耕細作，再做一個即係再做咧民主運動嘅一啲嘅工作咧？咁呢個一定係必然係咁樣，必然係冇可能一日或者一次嘅佔領行動就可以得到成個香港嘅勝利。呢一個我相信係即係一個比較不切實際或者係天馬行空嘅想像。咁如果佢周融出嚟選，佢選輸咗，咁佢咪翻屋企，佢攬住佢嘅斯朗同埋攬住佢噴火龍瞓覺咯。咁佢冇嘢好講嘅。一個堂堂正正嘅選舉，一個由選舉委員會、由政府搞嘅選舉，佢出嚟選唔夠抽，輸咗俾香港人，輸咗俾民意，輸咗俾雨傘運動，佢之後仲有咩好講？如果佢唔出嚟選，咁你更加要翻屋企瞓覺，你咪攞住你啲簽名繼續喺度即係喺度講咯。我哋有一個公投，因為真係有一張張選票佢出咗嚟嘅時候，真係我哋知道有幾多人係支持呢一個雨傘運動，反對呢個831決議，反對呢個梁振英，支持呢個公民提名，好清楚一張張選票講晒出嚟。周融可以講啲咩？佢攞佢啲斯朗出嚟咩？佢攞佢啲噴火龍出嚟咩？佢完全係到時係完全係冇還擊之力嘅。咁所以呢一樣嘢係第二樣嘢，我覺得即係公投重要嘅地方，就係呢一個即係一個彰顯民意嘅工具。第三樣嘢，我覺得重要嘅地方就係我會覺得辭職公投係對於香港係一個好大嘅保護罩，尤其是未來2年。點解咁講？即係大家可能咁講係唔明咧，一定係唔明，但我會慢慢解釋。點解咁講係因為即係第一，雨傘運動完咗之後咧，特區政府係必然係會秋後算賬，呢個係必然嘅事情。佢對於一啲組織者，可能係學聯嘅朋友啦，可能係我啦，可能係周永康啦，可能係黃之鋒啦，或者可能係佔中三子，或者可能係張秀賢啦，佢必然係會去拘捕、去檢控、去成。第二，呢個即係對於個人、對於組織者嘅秋後算賬，呢個可能反而個影響都不是咁大。對於個人嘅影響係大啲，但係對於整體影響似乎真係不大。但係第二就係佢會對於成個香港公民社會係視之為眼中釘。點解咁講？係因為今次
呢一個雨傘運動點解推動，其實係基本上成個香港公民社會一個全力嘅反撲嚟，全力嘅推動。所有嘅民間團體、學聯學民或者其他啲做地區一啲出名嘅民間團體，基本上用晒全力物力去做呢件事情。一啲泛民政黨雖然佢係可能好多人都冇出面，但係佢都係有唔少嘅力擺咗呢場運動嗰度。咁所以如果呢場運動係真係完結咗，真係俾佢清咗場嘅話，中共必然係會算呢條賬。因為雨傘運動喺中共必然係一個眼中釘，香港人而家必然喺中共係一個好大嘅心頭大患，甚至係一根大刺。佢必須去諗方法去掹到呢條刺去。咁而掹嘅方法好簡單，第一就係即係啱啱我講咗，對於個人嘅算賬啦，對於個人嘅打壓咧；第二就係對於組織嘅算賬，對於組織嘅打壓。一啲可能學生中大學生會啦，一定係啦，咁多年反中亂港係咪啊？中大學生會啊、學聯啊，或者一啲好多年參與民主運動嘅組織、泛民嘅政黨，都必然係會用俾佢唔同嘅方法去打壓、收編、分化，甚至係抹黑，甚至係用一啲好粗暴嘅手法。以往香港係冇見過，只會喺大陸見過嘅手法，係會出現喺呢一個所謂香港公民社會嘅秋後算賬嗰度。咁呢個係即係第二啦。第三對泛民政黨都必然係15、16年係好重要嘅2年，大家都知道。15年係區議會選舉，16年係立法會選舉。而家呢一場運動出現咗之後，佢仲唔同你共產黨仲唔同你呢一班嘅泛民議員同你搞搞震咁多年嘅人去同你做一個清算，同你做一個清袋，呢個係冇可能嘅事情。咁但係呢個就係會扣連到點解我會話辭職公投呢一個等啲人有一個動力，等啲人有一個理由出嚟投票。再出嚟咗個政治動員，對於成個雨傘運動，或者對於香港嘅未來，或者對於香港成個公民社會係一個好大嘅保護罩原因。就係如果我哋冇一個民意，冇一個好大嘅香港人，冇好多香港人喺背後支持，譬如話100萬人，譬如話150萬人，其實佢做呢啲嘅東西咧係可以好鬼算，都係可以好輕而易舉，因為佢可以大條道理就話200萬人反對你話哥，200萬人反佔中喎，200萬人唔妥學聯喎，200萬人唔妥學民喎，咁佢咪大條道理喐你？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有一個就住雨傘運動、延續住雨傘運動、承托住雨傘運動，去將雨傘運動嘅力量去投放喺下一個階段，譬如就係話呢個辭職公投，佢所得翻嚟嘅民意，所得翻嚟100萬人、150萬人，有呢班人做後盾，有呢班人做 backup， 有呢班人做香港人嘅民意即係嘅基礎，雨傘運動嘅基礎嘅時候，佢絕對係冇咁輕易去做呢啲秋後算賬。就算佢會做，佢都不能夠咁明目張膽，亦都不能夠咁即係如狼似虎。呢個係即係我相信係點解我會覺得辭職公投係一個雨傘運動，對於雨傘運動嘅參與者，對於雨傘運動參與嘅團體，甚至係對於香港人一個好大嘅保護罩嘅原因。呢個係第3點。第4點係我會好擔心呢個運動走落去，其實係會走向潰敗，繼而係影響到15、16年嘅情況。譬如就係話大家可以想象，而家大家必須要承認一個事實，就係佔領區嘅人數係越嚟越少，佔領區嘅人數仲要即係就嚟過冬啦，咁係必然係會越嚟越少人係即係參與喺廣場入邊嘅佔領工作，參與喺金鐘、參與喺銅鑼灣嘅佔領行動。見到呢個第一點，即係佔領人數越嚟越少。第二就係民意開始逆轉。咁如果我哋唔去主動去出擊，如果我哋唔去主動去做一啲東西去挽回、去逆轉呢啲民意嘅時候，咁呢場運動好可能就係會走向一個潰散或者潰敗嘅結果。就係點解公民抗命係有一個咁大嘅影響力？就因為佢嘅道德感召，佢嘅犧牲嘅精神係真係會令到好多嘅香港人同情或者香港人支持。呢個都係即係公民抗命或者係戴教授原本提出佔中嘅原意啊。咁但係如果呢場運動其實已經係得不到民心，民意已經係逆轉嘅時候，呢場運動嘅一啲好有力嘅支持者，包括係一啲好中堅嘅人物，譬如話我啱啱講嗰3類。第一就係支持但不能夠參與佔領，第二就係
支持民主，但係不認同你長期佔領。第三類就係暫時未有立場嘅人，其實慢慢係會俾呢個運動係拖垮，或者係潰敗，或者唔再支持呢一個運動。咁繼而呢場運動走向嘅就係潰敗。咁承接住潰敗，承接住落嚟係啲乜嘢咧？就係啱啱講嘅2015年區議會選舉咧。2015年區議會選舉係一個好重要嘅戰場。咁呢個即係唔需要多解釋。更加重要，我相信嘅就係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如果我哋有呢場咁重要嘅戰、咁重要嘅戰役、咁重要嘅雨傘運動係真係失去咗民心，係失去咗香港人支持嘅時候，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係好可能會輸得好慘。而家香港人講，即係有啲朋友都話反對辭職公投，就係我哋唔想要賠償否決權，我哋唔想要即係失去咗一啲嘅議席，我哋驚輸，我哋輸唔起。但個問題就係，如果呢場運動係潰散嘅話，16年立法會選舉亦都必然係潰散，亦都必然係會賠上我哋而家有嘅東西，就係否決權，就係喺立法會上面最後一道防線。呢個係我相信係一個好顯淺嘅道理，都係好顯而易舉。而點解覺得辭職公投係會挽救呢樣嘢，或者阻止呢件事情發生？就係因為我哋要俾我哋要好清楚知道我哋嘅實力去到邊度，我哋要認真咁樣面對自己，認真面對自己嘅實力，就係堂堂正正咁樣去做一次選舉，堂堂正正就住呢個831決議，堂堂正正就住呢場雨傘運動去做一個嘅辭職公投。如果輸咗嘅話，都仲有時間可以挽回，都仲有半年時間去準備區議會，仲有1年半時間去希望可以搞翻掂呢一個立法會。但係如果我哋咩都唔做，8個字，守株待兔，坐以待斃的話，好可能個後果就係潰散、潰敗，然之後就係呢場運動潰散之餘，不特止，仲會係令到16至到20嘅香港嘅立法會係冇咗一啲相當之重要嘅力量，或者冇咗啲相當之重要嘅東西。咁所以我哋如果唔希望呢件事情發生，係必須要有一啲嘅東西，或者要做一啲嘅工作去挽救。而呢啲工作必然唔能夠僅僅係喺限於佔領區。所以呢4點就係點解我會支持，或者係我好希望，我好強烈、衷心咁希望呢個辭職公投係搞得成嘅原因。就係對於香港民主運動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役，對於香港民主運動係好關鍵嘅一個轉點，甚至係對於雨傘運動能唔能夠反敗為勝、逆轉民意，亦都係好關鍵嘅一點。咁我都講咗好耐啦，都係咯，講到呢度先。小分享啦，咁咧就其實咧就。今日嘅人數咧，應該係第一次罷課會議以嚟咧最多嘅，係啦。咁如果計常規嘅星期4嚟講啦，咁但係咧係啦。咁如果大家去過呢個佔領區嘅話咧，咁大家應該有同 Lesa 有同樣嘅感覺嘅，就係啲工作咧就開始越嚟越少人 take up 嘅，因為比較多嘅朋友啦就會重新翻去佢本身嘅一啲崗位啦，例如讀書嘅讀書啦，翻工嘅翻工啦。咁但係學生嚟講咧，就相對地咧，就大家都會朝頭早上完堂啦，跟住夜晚先可能出金鐘啦，夜晚出旺角啦。咁就，但係咧究竟大家係咪可以花多少少時間？如果大家支持呢場運動嘅話，究竟係咪可以投入喺唔同嘅工作入邊咧？係啦，咁就將來嗰個嘅運動嘅方向咧，其實都好需要大家嘅參與嘅。就算大家就嚟 final 啦，係啊，可能大家要做呢個project 或者寫 paper 啦，咁但係究竟係咪大家而家仲可以抽多少時間出嚟咧？但係仲有一點咧，就想問一問 Lesa， 就係咧關於去北京嗰樣嘢，係啊，點解要去北京咧？因為好多人都會話就係之前學聯一直都講緊嘛，香港問題香港解決。咁點解今時今日係要正面去揾呢個北京嘅官員去即係去會面或者係要求佢對話咧？好，我講埋呢個先，可能俾台下嘅朋友分享下，或者係有啲問題都可以即係一齊大家傾討論下。咁點解去？即係點解會去北京呢一個？其實我會覺得個原因係，即係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本身我哋希望嘅，即係個講法就係本身我哋希望想做到嘅問題就係呢一場嘅運動
基本上都唔係真係唔係學聯唔係學民，亦都唔係任何嘅人去搞出嚟，而係真係由政府一手一腳去搞出嚟。包括就係佢林鄭月娥寫咗一份不知所謂嘅政改諮詢報告，導致8月30號落閘。包括就係梁振英8月嗰個9月18號用咗87粒催淚彈去射向香港市民，就係因為呢兩個原因先至會催生到，或者先至會導致到雨傘運動嘅出現，或者雨傘運動去到今時今日。咁所以本身就係希望特區政府點解會同林鄭會面，就係希望林鄭月娥佢話佢自己一個好打得嘅官員，咁就希望佢可以攞出勇氣啦，攞出膽識啦，攞出誠意啦，去解決或者係去面對呢個佢一手一腳搞出嚟嘅政治問題，呢一個佢一手一腳搞出嚟嘅爛攤子。但係好可惜，我哋其實係一路香港人都係好堅持一國兩制，香港人都係覺得都係一國兩制最大嘅支持者或者擁護者。但好不幸地，我哋香港有一啲不停咁樣破壞一國兩制嘅元兇，包括就係呢個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喺對話度都多次提到就係話，其實呢個問題我哋搞唔掂，其實呢個問題我哋係冇權處理嘅。呢個香港問題香港解決，但係香港政府解決唔到。咁佢呢啲自斷雙臂嘅講法，其實就係正正帶頭破壞緊一國兩制，正正帶頭去破壞呢一個香港人爭取或者堅持咗30年嘅一國兩制制度。咁第二就係呢一個中聯辦或者係西環同埋呢一個大財團嘅勾結啦，或者係佢哋嘅即係互相包庇，同埋呢個特區政府即係所謂黨官商西環、西環、中環同埋金鐘呢3個地方嘅話事人嘅勾結，亦都係帶頭破壞緊一國兩制。之前大家唔知有冇留意新聞，就係有一單即係許仕仁貪污嗰單嘢，就係爆咗，即係佢係竟然喺庭上面，佢竟然講咗一個非常之震撼嘅消息，就係話前中聯辦嘅人廖輝俾咗1500萬許仕仁。呢個絕對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一個即係一個指標，就係政府同埋中聯辦同埋一個即係地產商係絕對係互相包庇、互相勾結。佢哋係根本佢哋唔會解決問題，唔會幫香港人捍衛一國兩制，反而呢3班人就係帶頭去破壞一國兩制。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哋希望直接同京官對話嘅原因，就係我哋唔係香港問題，唔係唔希望香港問題香港解決，更加唔係希望破壞一國兩制，而係喺有一啲嘅土共、特區政府、中聯辦、中環嘅人帶頭破壞一國兩制底下，香港人要捍衛一國兩制，香港人要繼續堅持一國兩制，就必須係要靠自己，必須係要靠自己去親自去爭取。我哋好希望做到嘅東西就係點解會希望揾京官對話？點解希望去揾李克強對話？就係因為如果梁振英係帶頭破壞一國兩制嘅話，咁我哋咪同一國嘅主持人去直接對話，去同佢講清楚香港人嘅理據係點咯，同你講清楚香港人嘅訴求係點樣，同你講清楚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嘅理解點樣。絕對唔係白皮書嘅理解，絕對唔係梁振英嘅理解，更加唔係林鄭月娥嘅理解。呢個好簡單，捍衛一國兩制就係捍衛一國兩制去解決香港政治問題，就係希望係我哋希望去揾京官對話原因。當然大家都可能會質疑個成效幾大咧，呢個當然我哋都唔知。但係喺呢個特區政府完全係冥頑不靈，特區政府完全係藥石無效。對於一國兩制，佢完全係唔單止唔去拎藥醫呢一國兩制，反而係屙到幾篤屎落去嘅時候，咁我哋冇辦法，必須係要靠自己去拯救呢個我哋捍衛我哋真正嘅一國兩制。好啦，咁就而家到台下去分享啊，或者問問題嘅時間啦。咁有邊位同學咧係想問問題或者分享下？你前邊啦，因為啲咪喺晒前邊啊。大家好，我係新書院社會科學系
大類抽生一年級生。係我主要有兩個問題想問嘅。第一個問題，咁我頭先聽你哋嘅立場係覺得係因為林鄭撰寫咗一本白皮書，所以就令到人大就落閘啦。咁但係其實我希望調翻轉諗嘅就係、其實會唔會其實人大早就有呢個咁嘅權力，根本上有冇白皮書，其實佢哋嗰個諗法就係咁樣，即係呢個已經係框架，佢哋落咗嘅決定，所以先出現呢個白皮書。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一直我哋爭取緊嘅底線就係在於我哋希望有公民提名，就看似乎我哋就而家同政府係一個膠著嘅狀態，就係、政府永遠都話就係冇可能嘅呢件事。咁會唔會我哋係會有其他嘅方式去同政府甚至乎去北京嘅斡旋？因為現實啲咁講就係、中共政權會唔會因為我哋咁樣出嚟佔領咗，然之後佢哋作出退讓嘅話，咁呢一樣嘢佢哋可能喺門面上係一個好肉酸嘅一樣嘢。呢一個我諗係即係我哋逆地而處係一個現實上嘅考慮啦。咁我哋會唔會有其他嘅方法？除咗公民提名之外，我哋可唔可以有其他？例如我見到坊間上就話直選提委會，甚至乎有啲人就話要改革嗰個提名委員會啊，又或者我哋可以再諗一啲更加好嘅方法，而即係 so call 就叫做妥協嘅藝術，會唔會係一個新嘅運動？我哋要再去諗啦。咁最後其實我都好同意，就係其實我哋做緊咁多嘢，就係我哋話要走入社區啦，我哋話要搞公投啦。其實呢一啲都係我哋一啲爭取籌碼嘅工作啦。但係其實我更加覺得我哋係應該將個焦點放喺我哋應該用咩方法去同北京又或者同政府去傾呢一樣嘢，先係我哋更加要考慮。係我問題啱啱呢位朋友都提醒一樣嘢，就係即係啱啱開始講嘅，我忘記咗中大一個傳統就係要報院系級。Hello，我係聯合書院正值係3年級學生實務班，我而家已經休咗學。咁即係回應啱啱個朋友第一個問題就係、即係成件事就係、即係自己澄清翻，就唔係林鄭寫嗰份白皮書啦，白皮書係應該係國務院寫。林鄭係寫咗一份諮詢報告。交咗去，即係再由梁振英去交上俾呢一個人大常委會，再由呢個人大常委會去確認，再作出呢個審議。咁會唔會就係話呢一個決定其實已經係由人大一早做好咗？咁呢個當然係即係其中一個可能嘅，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即係點解會之前係會將個責任擺香港政府？其實香港政府喺基本法嗰度寫明係有呢一個憲制責任。按住呢一個香港實際情況去即係推行呢一個一人一票行政長官普選，呢個係香港政府嘅憲制責任。佢哋咁中意講基本法，呢個就係基本法寫明，亦都係規定對佢哋對於嘅憲制責任。咁所以呢一個即係對於香港政府嘅立場。咁第二個就係對於上京究竟係唔係可以改變到佢哋嘅立場，或者係改變到佢哋嘅東西？呢個當然係未知之數，甚至係話可以係打定輸數。但係我哋見到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基本上中共係有一啲好多嘅派系鬥爭、權力鬥爭，而中聯辦或者西環亦都係一條體系。中聯辦加梁振英係一條體系，而梁振英同埋習近平或者係同其他亦都唔係喺同一個派系，或者唔係同一條船嗰度。咁所以喺呢一啲派系鬥爭底下，究竟佢嗰個決議係因為西環嘅誤導，究竟係因為梁振英嘅誤導、林鄭月娥嗰份報告嘅誤導，所以先決定，亦還是係話佢自己係已經本身作出呢個決定？我相信呢個香港人係即係唔知道，即係包括我自己，包括基本上所有香港人，除咗梁振英自己之外，唔知道中共入邊嘅一啲千絲萬縷嘅鬥爭，基本上係冇一個答案。但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我哋盡一切方法去捍衛我哋一國兩制，盡一切方法去將香港人嘅聲音係表達出嚟。如果西環特區政府唔願意幫香港人發聲，唔願意去盡佢哋嘅憲制責任，去盡佢哋嘅責任去解決問題的話，咁我哋咪自己試下做一次。唔得，咁我哋咪再諗其他方法，我哋再繼續抗爭，再繼續鬥爭。咁呢一個係暫時即係我對於上京嘅態度。第二就係、我記得係即係而家堅持公民提名，究竟我哋有冇啲咩方法係可以
即係有一個所謂嘅妥協或者係所謂嘅轉身。咁第一點就係、其實人大常委會佢做咗個3集咧，包括就係2至3名候選人，包括就係1,200人組成提委會，而提委會係1,200係由4大界別組成。第三就係必須要過半候選人提名委員會嘅委員支持，先至可以成為呢個特首嘅候選人。咁呢度3度真係鋼鐵閘嚟真係。咁所以必然係如果佢唔係完全佢唔考慮去撤回，或者係完全唔去考慮重新去諗過呢3道閘嘅話，其實可以諗嘅空間係真係相當之有限。咁但係有朋友提到就係話，咁直選提委會得唔得啊？直選提委會當然得啦。如果提委會由全部38個界別，即係4大界別嘅38組，都係由1人1票去產生，當然可能佢個分組係有啲問題，可能都係有個即係功能組別嘅問題出現。但係如果全部都係由1人1票產生，基本上就已經同埋開放成個嘅政治制度、開放成個政治權利俾香港人係冇分別。但係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即係技術嘅問題，而家政治問題。點解即係可能人大會落3集，就係因為呢一個即係政治問題，就唔希望即係佢因為種種原因啦，可能因為即係林鄭份報告，可能因為西環嘅派鬥爭，可能因為佢自己嘅關係，所以喺現階段佢唔會俾香港人有一個真正嘅選擇權利，更加唔會俾公民提名香港人。呢個係一個政治嘅考慮，呢個係一個政治嘅原因嚟，而唔係一啲即係技術不能夠處理嘅問題。所以如果佢係基於一啲政治嘅考慮嘅話，必然係佢唔會肯，即係如果佢唔願意因為佢嘅政治原因去撤回佢人大決議嘅話，佢俾香港人或者係香港呢個提名委員會係可以廢除4大界別，甚至如果退一步唔廢除4大界別，但係如果係俾直選嘅機會都係細。咁至於話其他直選之外其他咧，因為佢真係落咗3道鋼閘，包括係2至3個候選人，包括係過半數，包括係有1,200人。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其他嘅即係提名嘅方法、提名委員會嘅組成方法，譬如就係話你部分你唔係全部直選啦，你部分嘅界別由公司票轉到個人票，甚至新民黨提倡就係話由加入年青嘅力量俾學聯係有即係提名委員會有啲席位。咁我相信呢啲完全都係即係不能夠解決呢個政治問題，就係香港人係要一個平等嘅政治權利，香港人係要一個真係屬於自己嘅提名權利。我哋真係可以揀邊個就揀邊個。我中意揀周融嘅時候，周融可以做特首；我中意揀梁振英嘅時候，梁振英可以做特首；我中意揀長毛嘅時候，長毛亦都可以做特首。呢一個係好基本、好簡單嘅道理，就係要一個平等嘅政治權利啊，或者開放嘅政治權利。但係如果佢落3集，除非即係佢喺呢3道鋼閘底下，除非佢有一個直選嘅出現咧，咁否則都必然喺立法會度係必然係呢個方案係不能夠通過，必然係要否決。咁我呢度即係悲觀咁樣講，如果人大係唔會設3集嘅話，咁我係好難見到有任何妥協嘅空間，因為基本上基本上你點樣搞盡腦汁，你都諗唔到一個真係唔好話有公民提名啦，就連之前退一步嘅即係符合國際標準都基本上係冇可能做得到。如果做得到嘅話，基本上嗰一啲嘅溫和泛民或者係嗰啲溫和學者一早就已經提咗出嚟啦。但係基本上點解佢哋都咁灰心？點解連所謂溫和派學者之首，當年陳祖為8月31號都要出嚟話走進對話之路，就因為呢3集真係令到香港人個空間係基本上係完全係冇，係真係扼殺咗香港人嘅民主未來。咁所以如果佢3集係維持嘅話，各方面必然係下年喺立法會度否決，然之後逼政府重啟呢一個政改5部曲，重啟呢個政改5部曲，去將香港人呢個即係呢一個步驟係再嚟多一次，再一次要求去立公民提名或者廢除功能組別。呢個係如果佢不撤回人大決議，我相信係唯一嘅做法。仲有邊位想發言嘅？一日要報院係及性命啊，係啦，緊要啦。
你好啊，伊利沙伯中學嘅學生啦。咁其實頭先都有解釋過點解你咁支持唔居公投同埋超區公投啦。但係其實傾咗兩個星期咧，大概個民意都係一半一半，都係贊成，一半反對啦。咁其實會唔會話喺傾呢一個傾呢一個唔居公投之前呢個同時，會唔會話去即係去諗埋第二個方案，就話上星期其實大教授都有講過話去即係將呢個方案，即係政改呢個方案抌入立法會度傾啦。咁如果傾完之後有2/3嘅議員其實如果反對嘅話，其實梁振英就可以解散立法會。咁根據基本法第52條第2則嘅話，其實當立法會重選嘅時候，咁依然都有2/3嘅議員係反對呢一個政改通過嘅話，咁其實梁振英係必須要引咎辭職啦。咁呢一個方案雖然嗰個風險都大啦，但係其實會唔會話可以 consider 埋呢個方案，將呢個方案拋入去佔領區同佔領區嘅市民一齊去討論呢？好即係翻回應就係當然即係佔領區嘅朋友或者係即係民意對於公投係一半一半。咁呢個我都理解，因為即係大家其實有好多嘅我話係恐懼啦，或者係疑慮啦。包括係你冇咗一個否決權，包括係你冇咗呢一個會選輸咗咁點啦？輸咗係咪即係代表呢場運動輸啊？或者係一啲嘅議事規則係會俾人篡改啊？咁呢啲都係即係大家疑慮或者大家關心。咁但係即係冇咗否決權呢一個，我估啱啱都已經解釋過一次，其實就係如果呢次真係民意唔係企喺我哋呢邊，如果我哋食住雨傘運動呢個如日中天，我哋講到即係百年難得嘅運動都選輸嘅話，其實16年必然係佢會敗。16年嘅否決權必然係會冇得更加慘，呢個係即係好簡單嘅道理。你只係即係你所謂驚輸或者冇咗個否決權，只係將呢一個嘅恐懼，或者只係將呢一樣嘢係延遲咗1年，而唔係即係去面對或者係正面去解決呢個問題。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呢一個刪改即係議事規則。咁呢個好簡單啦，就係用呢個超級區議員去做呢一個嘅即係作為呢一個公投嘅方法咧。咁即係啱啱回應咧，啱啱同嘅問題就係戴教授提出過，佢其實提出方案就係基本法有一條就係寫到，如果行政長官提出嘅重大議案係得不到立法會2/3嘅通過，行政長官係有權解散立法會。而如果立法會重選之後，呢一個重要議案都依然得不到通過嘅話，行政長官必須辭職。咁呢一個如果政府肯做嘅話，當然係好啦，因為呢一個即係如果係佢去做嘅話，就即係政府變相都唔係變相，係直接由政府去啟動呢一個全民公投，由直接政府直接即係交由呢個政府去啟動呢一個公投嘅程序，去俾香港人自己決定呢個命運。咁當然係比呢個變相公投好啦，因為呢個係由政府啟動。但係我相信個機會基本上係即係微乎其微嘅，即係你叫梁振英去冇咁大嘅險，就係交個即係解散立法會，然之後俾呢個全民嘅公投。以佢呢一個龜縮嘅性格，以佢呢一個不能夠面對民意，只係識得匿喺台後面拍 video 做拉登同埋收4000萬賄款呢啲性格，佢絕對係冇可能。即係我判斷啦，我都希望佢有呢個勇氣，就係佢絕對冇可能去即係啟動呢個公投。咁變咗話，同埋呢一個主導權係喺政府度嘅。如果泛民嘅議員做辭職，咁我咪泛民即係嘅議員係有呢一個主導權。咁但係我絕對唔排除呢一個方案，我絕對係支持，亦都希望政府係可以咁樣做，甚至係希望周融可以帶頭叫梁振英咁樣做，因為佢咁中意民意啊嘛，咁中意投票，咁中意講民意，咁咪攞堂正正出嚟投票咯。你唔好鬼鬼祟祟攞私囊出嚟做擋箭牌。其實我係想喺呢度做少少分享嘅。咁我係中大法律系3年級嘅同學。咁7合5議，相信大家對呢4個字都唔會感到陌生。呢4個字本身係一部清朝嘅小説，講嘅就係一啲行俠仗義之士，幫包青天去警惡懲奸。但係今日呢4個字反而俾一個律師用咗嚟形容一啲濫用私刑嘅警察身上。呢一位律師係我上年喺一間律師樓實習嘅導師，我好驚訝，呢個世界真係細。
但係我希望大家，我唔係希望喺呢度對呢一位律師進行任何嘅批評，或者係任何嘅指責，而係當呢一場運動嚟到去今時今日，我哋不得不承認社會上有好多反對嘅聲音，我哋不得不承認有人同我哋講：你哋阻住條街，你哋做錯嘢。呢啲所謂嘅知名人士、所謂嘅權威人士、所謂嘅專業人士，佢哋會同我哋講：你哋喺度呃緊 like 嘅。所以我希望去到呢一步，大家可以諗下，即使可能因為家庭嘅因素，又或者係因為學業嘅因素，唔能夠走到去佔領區，即使係因為好多嘅學業嘅原因，但係大家可能可以諗下，可唔可以去參與下中大嘅政改行動關注組嘅活動呢？幫手去落區，就算真係唔能夠抽身啦，我哋又可以諗下，可唔可以喺社交嘅媒體，可唔可以喺你平日嘅同同學交際之間，同你嘅親人、同你嘅屋企人講乜嘢叫做公投，乜嘢叫做功能組別，乜嘢叫做普選？到最後，我想講一句就係呢一場運動嚟到呢一日，我哋真係唔知道我哋到底最終可以爭取到啲乜嘢，可以攞到啲乜嘢。但係希望大家堅守住嘅就係我哋而家手上擁有嘅嘢，絕對唔可以失去。包括係我哋選舉同埋被選舉嘅權利，包括我哋而家喺度逐漸受到侵蝕嘅新聞自由，包括我哋而家喺度發言嘅權利。多謝各位。唔使驚，唔係外國勢力嚟嘅，係香港公司。咁樣有一個問題嚟嘅，呢個係可能係一啲假設性嘅問題。假設我哋成功可以揀到一個泛民嘅一個特首啦，咁但係喺呢個政治環境之下，同埋喺呢個立法會選舉同埋唔同選舉之下，建制派點樣去籠絡人心？點樣去有好多好強嘅地方工作啦？咁就算成功揀到一個係泛民嘅特首，佢嘅政治路上面會係舉步維艱，因為佢可能立法會有大多數係建制派議員，而且有功能組別去否決一啲嚟自泛民議員嘅議案。咁樣我就想問下岑敖暉呢個問題，你點睇？哇！呢個係的，而且確係一個假設性嘅問題，因為我相信短期之內都必然會出現。個問題就係、即係喺呢個議會嘅有功能組別護航底下，就算係一個泛民主派嘅特首，你可以點樣施政？咁你其實已經講咗個問題出現，就係、我哋如果係，所以兩件事係必須要一同爭取公民提名，爭取呢一個行政長官係可以由香港人選出，同埋呢一個廢除功能組別，議會行政立法，議會行政長官必須係要一齊去講，先至係有機會即係達到我哋心目中嘅效果，先至係有機會即係做到我哋要嘅即係所謂比較理想嘅選舉制度，或者係即係政治制度。咁但係呢一個情況我都幾期待會出現，即係有一個泛民嘅行政長官，但係議會又未有。但我相信呢個機會基本上係微乎其微。如果佢肯俾你一人一票選特首，真係肯俾一個泛民議員、一個泛民嘅人做特首嘅話，其實功能組別嗰啲都係一定係會改，因為係即係同一個思維，就係即係亦都係同一個利益集團嚟嘅，即係喺度為行政長官護航，同埋為功能組別護航嘅人。係崇基工程係1年級嘅。我係自從926已經開始參與呢個運動啦。但係近排因為學業啦，同埋加上而家喺佔領區，我係一個比較做得前線嘅人，所以我哋而家暫時各個佔領區就環境就安靜咗落嚟啦。咁我哋就啱啱聽到阿岑敖暉講我哋應該落地區
做啲地區工作。啱啱傳嗰張我相信政改關注組嗰張紙上好多人寫去幫手落地區做工作。呢樣嘢我都係好想去做嘅。因為去到咁耐啦，已經40幾日啦，40日啦。我哋呢啲普通嘅學生可以做嘅嘢就暫時啦嚇，我哋就係去佔領區度入邊真係喺度坐喺度休息咁啫。就我暫時未見到我哋有啲乜嘢係另外可以做嘅，所以我真係好希望落區去宣傳嘅呢一樣嘢，盡快係開展。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想問即係關於落區呢樣嘢，究竟係由我哋去自發去做啊，定係由學聯定係由啲各大院校嘅政改關注組去接手去領導我哋？就我想知道呢一樣嘢，咁先有助我哋即係參與者去跟住呢條 flow 去做個行動咁樣。不如由我回應你啦，因為校內嘅組織工作可能都係由我負責。咁我係中大學生會副會長家輝。咁我諗其實落區做社區宣傳咧，呢樣其實係一樣，你可以話係好簡單嘅工作，但係非常之你要有耐性啦，同埋非常之你要有心力去做。其實無論係自發或者係大專院校或者大專院校嘅學生會或者係學聯統籌組咧，其實效果係一樣嘅啫。我哋可以咧，其實提供一啲物資協助啦，甚或乎咧俾一啲文宣嘅宣傳單張嚟去到落區做宣傳。但係其實如果你想咧，其實我相信呢度坐喺度咧，都對而家嘅政治環境、對而家嘅佔領運動咧係有一定嘅認識嘅。其實你好簡單嘅啫，你攞塊風波，然之後攞支筆落去社區一 team 人，去到火車站嘅出門口嗰度咧，去拗行過嘅市民去到傾偈，去到問佢支唔支持，去到解釋翻俾佢知我哋依家做緊啲咩。其實呢一啲咧就已經係社區宣傳嘅工作，唔需要想像到佢好複雜嘅，其實係好簡單。只要大家肯付出大家嘅時間咧，肯付出大家嘅心力去同一啲唔明白嘅市民去講咧，其實就已經做到嘅。咁當然係咪需要一個統籌咧？咁我哋會做統籌啦。但係如果係院系會嘅關注組自己想做啊，或者係跟中大學生會做，或者係跟學聯做咧，其實都可以嘅。補充多少少啦，因為佔領區嗰度咧，其實都有不停咁樣係增加緊一啲嘅工作崗位嘅，因為佔領區咧一開始要進入一個長期留守嘅狀態啦，咁所以都開始招募緊唔同嘅義工嘅。咁當然中大學生會遲啲咧就應該都會係講翻一啲佔領區入邊一啲嘅工作嘅。咁我陣間再向大家匯報一下啦。咁但係相信而家大家如果想去參與成個運動或者成個嘅佔領區工作又好啦，落區宣傳又好，或者校內宣傳都好咧，其實都可以加入呢個中大政改嘅行動組嘅，因為我哋都會同唔同嘅院系嘅關注組咧係繼續去密切聯繫嘅，咁亦都係希望將來喺呢一個星期內，我哋都係開展咗一啲嘅工作啦，包括而家喺後邊見到嘅，我哋而家派緊一啲嘅登記做選民嘅一啲嘅 form 啦。呢幾日都係枕住去做嘅，大家朝頭早咧，其實經過火車站都會見到嘅。咁就我哋其實一啲工作已經開始緊㗎啦，其實隨時都可以加入嘅。詳情可以睇翻一啲睇翻中大嘅 Facebook page 啦。咁我陣間再講一講，詳細講一講個關注咗咩做啦。你好，咁其實我係 Business School 嘅 Year 3 student 啦。咁我就想講一講，就係關於你頭先指出咗話有3類人其實流失緊，咁。其實仲有一類人係支持佔領啦，支持爭取民主，但係其實佢哋行咗出嚟1個禮拜到2個禮拜，佢哋就走翻入去。咁我有同過我啲朋友講過啦，有同佢哋傾過，就問翻話點解你哋唔繼續堅持落去咧？咁佢就同我講咗一樣嘢，就係話我哋都睇唔到個 way 點行，衡量過之後，所以我哋決定走翻入去啦。咁所以我覺得好 worst 嘅一樣嘢就係佢哋會想有一個。類似係 step by step 嘅嘢，佢要睇到話成條路點樣行，呢班人先會走翻出嚟咯。咁我相信唔單止係我嘅朋友會咁樣做，如果 project 翻去一個 business world 或者係呢個係咯 Hong Kong 呢個 society 嘅話，咁其實我相信有一批人都係有同樣嘅問題，但係我相信要拉嗰批中立嘅人
走過嚟我哋呢邊係會難過我哋拉翻呢一批人出嚟咯。所以會唔會可以諗到方法？我相信你政治智慧一定比我高啦。會唔會可能諗到方法係叫呢批人行翻出嚟呢？因為佢哋有同我講過，就係話佢哋孭唔起法律責任。因為如果係一旦俾人拉咗嘅話，其實好難揾工啦。第一，第二就係去翻，譬如董事級嗰啲，其實已經冇可能再做到嗰啲位。咁所以佢哋覺得佢哋孭唔起，所以行唔到出嚟。但我相信呢批人都係一份力量嚟嘅，咁唔知學聯點樣睇呢？所以我都冇可能做董事。好簡單，即係我估呢啲朋友個問題就係、即係基本上運動冇方向，或者佢哋唔知可以點，唔知點樣參與，除咗佔領，因為而家淨係得佔領。所以我即係其實就係扣連啱啱問題就係、佔領以外我哋可以做啲咩？而佔領以外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嘅出嚟，或者令到更加多人參與，就係、有一個更加大嘅 campaign。唔好話更加大，就係、話有一個大型嘅 campaign，或者係有一個政治動員嘅過程，可以俾一啲不能夠參與佔領，但係支持民主嘅人可以企翻出嚟參與。而你問我當然希望推嘅就係呢一個辭職公投，因為辭職公投佢就係一個大型嘅政治 campaign，就係有一個選舉去 back up，就係有一個嘅即係成個嘅政治動員，有一個能量喺度。咁啲人係好有目標，亦都係好知道自己做啲咩，要出嚟投票。咁出投票之後，你都可以做好多嘢，包括就係你去叫人投票，你去去做街站，或者係去做呢個政治動員嘅過程。咁所以要用一個 campaign 去包裝呢個運動，係佔領之外，係公民抗命之外，我係認同。但係即係小弟嘅智力都係有限啦，當然。我諗都係，或者我哋諗到嘅方法都只係得辭職公投呢一樣嘢。咁我係正係阿明啊。咁我想問咧即係我覺得辭職公投嗰樣嘢要做嘅，因為佢真係民意大對決啦，同埋可以將依家有嘅嘢有佔領區入到去廣場入到去其他地方啦。咁但係我覺得有兩樣嘢，即係想覺得要成功就一定有兩樣嘢。第一就係即係如果睇到報紙就話好多18歲至20歲嘅年輕人咁就冇登記選民啦。咁如果呢個辭職公投要實現，我咧希望大家如果真係未登記選民，又盡快登記選民啦。第二樣嘢就係即係如果睇翻2010年其實都做過類似嘅嘢啦。咁但係先不論泛民嗰次係唔團結嘅情況之下舉行啦。咁但係最大問題係政府同埋建制派都完全唔宣傳。咁你辭職嗰堆人其實又係泛民嘅人，咁你投票嘅人又係即係來來去都嗰堆人做嘢嘅時候，咁其實點樣做到嗰個所謂民意大對決？即係如果今次同樣嘅情況，建制派同政府同樣係冷處理，咁其實點樣做到你口裏面所講，即係可以同周融嗰堆斯諾蘭道對決嘅情況出現呢？建制即係面對住建制杯葛，其實係有兩個嘅即係解決方法啦。第一個就係、即係呢一個係可能會唔認同嘅，就係、你將呢一個否決權同埋呢個辭職公投掛鈎。咁你呢個就真係一個豪賭。你呢一個係真係一個即係所謂對決，因為即係將呢個否決權掛鈎攞出嚟就係話，其實而家否決權我哋已經代咗，即係林鄭無論佢提出啲咩方案，梁振英無論提出咩方案擺出立法會，都必然係通過唔到，都必然係俾泛民否決。但係如果泛民議員即係做呢個辭職公投，其中一個原因，即係其中一個議題就係話將呢個否決權掛鈎嘅話，咁必然係可以做到呢一個對決嘅效果咧。咁即係你過唔到某一定嘅門檻，或者係你選輸咗嘅話，我就要即係通過或者係不能夠否決呢一個嘅方案。咁呢個，但係呢一個係真係一個，我會話係一個豪賭啦。咁呢個必然係會好大爭議，咁所以係好大討論空間。咁第二，如果我哋唔用一個豪賭嘅方式，即係唔用否決權掛鈎，咁譬如就係話要重啟五部曲，確立公民提名，梁振英下台呢一啲嘅方式去做嘅話，其實我估有幾個方法嘅。第一個方法就係、即係我相信政府會參加嘅機會，即係似乎不大。但係作為一個政治動員嘅過程，其實如果將呢一個嘅辭職公投同埋雨傘運動係可以掛鈎嘅話，其實依然係可以量化到雨傘運動嘅支持者係有幾多，或者係反對831決議、支持公民提名、希望梁振英下台、希望重啟五部曲、希望香港落實有一真普選嘅民意有幾多？咁而呢啲喺實實在在嘅民意，咁就可以即使係冇一個對決效果，但係都有一個彰顯民意嘅過程出現咯。咁因為我覺得即係辭職公投個意義，即係最主要係
即係啱啱講係3樣。第一樣嘢就係即係轉化雨傘運動嘅力量去深入社區。第二就係即係作為一個彰顯民意嘅工具。第三就係呢一個作為保護罩。咁所以如果係真係佢即係曾龍仔淆底，佢唔出嚟同你選嘅話，其實當然個對佢嘅意味係會細啦，係會細咗啦。但係當中產生到嘅政治能量或者個過程可以即係獲得嘅東西，我相信都係絕對係有意義，而唔係徒勞無功。咁再者，如果周融佢係唔出嚟選嘅話，或者係佢唔用佢嘅政綱，佢唔用佢嘅藍絲帶 campaign 去參與呢場選舉嘅話，其實佢可以講啲咩啫？佢唔通話我都係由皮卡超去簽名，你嗰100萬人都係流㗎啦。咁佢冇得咁樣講，咁係人都知道佢根本呢啲係一啲笑話嚟，係。所以如果佢唔選嘅，佢出嚟佢翻去瞓覺咯。我建議佢係可以。咁我都係 Sean Nursing Year 2啦。咁樣其實可能都係講翻辭職公投呢樣嘢咧。其實原則上我都認為辭職公投係應該要搞嘅。我亦都覺得其實如果搞辭職公投啊咁咧，其實我哋係冇可能輸嘅，因為而家民意好明顯都係。不過咧，其實我都係想 point out 翻可能一啲係比較實際啲嘅問題啦，就係邊一個人去辭職咧？因為邊個人去辭職咧，其實影響到邊個人有份投票喎。其實如果根據我睇咧，我覺得係可以有4個可能性。第一個就係5區嘅地方選區嘅5個議員去辭職啦。咁第二個就係超級區議員揾一個辭職。咁樣其實咧可能係啲報紙啊嗰啲都有講過，如果揾地方選區嘅人辭職咧，會點樣暫時失去否決權啊？點。咁呢個方案可能又好 debatable 啦。咁樣，但係亦都近排亦都聽過有人提出話呢個用超級區議員辭職。咁聽落好似咧用超級區議員辭職會免除咗呢啲技術上嘅問題。但係咧，我想指出一點就係，如果超級區議員辭職咧，始終我哋其實都淨係可以俾到一啲本身冇得投功能組別嘅人去投票咯。其實功能組別而家有邊個可以投票呢？即係有邊啲人可以投票呢？其實好多專業嘅界別都係有個人票啊嗰啲嘢。如果我哋淨係超級區議員辭職嘅話，咁咪即係 exclude 咗一部分嘅專業人士啊嗰啲人，因為佢哋本來係投功能組別㗎嘛，咁佢哋就變咗冇得去投呢個新嘅呢個係可能係叫做辭職公投嘅嘢咯。咁我哋又如何去反映佢哋嘅民意呢？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如果係搞嘅話咧，就最好都連係功能組別入邊嘅泛民議員都辭職，亦都甚至可以係邀請一下功能組別入邊其他嘅議員都辭職，咁樣先至可以確保一個可能係有啲係專業人士啊，或者係本身有一投個人票嘅人都可以參與到咯，而唔係淨係可能得翻其他嘅啲人去參與到咯。即係呢一點，如果我哋忽略咗呢啲咁嘅人咧，其實我哋都係維護咗自己。我哋認為功能組別係不公平嘅呢樣嘢，因為其實老實講，如果呢啲人係投唔到票嘅話，佢哋係調翻轉頭喺今次底下，今次佢哋又變咗功能組別嘅受害者。咁我就唔講名啦。咁我係讀寶血女子中學中五嘅學生啦。咁我想分享下啦。咁我就係自10月中開始咧，就係喺金鐘嘅佔領區嗰度啦。咁當中咧就成日好多有啲阿媽級嘅咧就走嚟問，點解你哋要佔中啊？同埋當中可能有啲藍絲帶啊，會問話其實你知唔知佔中係唔啱㗎？其實係違法㗎喎。但係其實佢話即係佢哋覺得中學生你個路訊都未閂埋，你出乜嚟佔中啊？即係覺得你係擺明係俾人利用㗎啦。咁但係其實我個人覺得，你至於係一個中學生或者一個學生，你係一個人，其實你有分錯同對嘅，即係一個思維啦。咁其實你只要覺得你可能係做嘅嘢係啱，你清楚你自己係做緊啲乜嘢，或者你知道其實你出到嚟公民抗命嘅後果係點，你係明白晒你所有做嘅嘢嘅目的啊，同埋你即係可能你係如果你就算你知道嗰條路係好多人都覺得係唔啱，但係你依然堅持去做，咁你其實如果你反而係行一條係人哋覺得錯嘅即係覺得啱嘅路咧，反而你好似係俾人操控緊。咁但係其實一個人冇得俾人操控成世，你始終你都要學識去長大，去
即係佢自己去掌握自己嘅命運。咁其實我覺得，如果可能對於一班學生，可能覺得有啲人係會驚俾人反對佢係出嚟佔中嘅話，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其實我覺得你只要覺得你自己係出嚟佔中係啱，你覺得你為嘅嘢係有目的，係有為你嘅未來嘅着想嘅話，其實可能你出到嚟佔中係一件係好嘅事，同埋就算真係到時俾人起訴，但係你都係有為你自己嘅未來去出一分力。咁大家好啦，我係聯合迪士尼3年級生。咁其實就想問翻關於常經嗰度嘅。咁其實學聯對於常經最想得到嘅成果係咩呢？因為如果又係即係如果係常經表達翻訴求嘅話，會唔會就好似上次同特區政府對話咁樣樣，即係兩邊各自重申完自己嘅立場之後，就冇進一步實際成果呢？抑或係其實如果大家都知道公民提名好難一蹴而就嘅時候，可唔可以喺討論區嗰一度，即係大家可能討論幾個後備方案出嚟，然之後再由學聯常經同我哋一齊討論，即係同北京討論下呢啲方案推行嘅可行性。咁大概咁，即係最想知道就係學聯今次上北京最想得到嘅成果係咩？我估北京最重要嘅就係、如果京官係可以直接同香港人，甚至話或者係香港學生對話，呢、個即係絕對係一個即係歷史性嘅一件事情，因為即係過往係絕對未試過。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即係對話可以希望獲得咩成果，就係即係希望可以第一即係當然係解決呢一個嘅831呢個決議啦。第二就係希望可以即係傾翻呢一個一國兩制嘅問題。但係至於會唔會去到一啲具體即係政改方案嘅組成，我相信個機會都不大，因為如果即係正如啱啱所講，如果佢都係企得相當之硬，係即係人大嘅決議係不能夠撼動 ，which is 呢個唔係啦，即係梁麗國都已經即係指出得好清楚，絕對不能嘅，絕對唔係不能夠撼動嘅。咁但係佢如果唔願意撼動嘅時候，咁其實你基本上所有嘅又唔係所有，絕大部分嘅方案都係唔係一個真正嘅普選，所以我哋可能要諗得清楚嘅就係、未必就係話我哋呢一場運動有啲咩位係可以妥協，因為其實我估政府喺第一派已經出咗，佢呢個係佢可以做去最盡嘅事情，反而就係話我哋下一步係可以做啲乜嘢，我哋未來成個路線圖可以點，譬如就話否決咗之後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啲嘅東西先係更加重要咯，我相信。喂，我係崇基書院音樂系，我啱啱畢業嘅。咁咧你好啦，我想問咧就係、你咁強調呢一個五區公投啦，咁你點樣可以諗去說服一啲遊離派或者一啲係反對呢一個雨傘運動嘅人去即係喺呢一個五區公投入面去支持你咧？因為而家即係大家膠着嘅狀態啦。咁有好多個民意，本來咧就好似大家都係會支持雨傘運動嘅，但係而家咧，即係當呢一個佔領繼續長期落去，就已經失去咗好多支持呢一個運動嘅人嘅就係佢哋支持啦。咁點樣？你會點樣去即係爭取翻佢哋嘅支持咧？就係我喺度諗，其實大家都知道公民提名係好重要。咁但係我哋都好想呢一個權利，我哋係可以得到嘅。咁但係即係當政府佢哋企硬，而你哋又企硬嘅時候，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即使你去到北京，咁你都知香港政府其實係代表北京講嘢嘅啫嘛。咁其實北京佢嘅取態，佢由你頭先講嗰3個鐵閘已經講明咗佢嘅取態係點樣啦。所以即係如果你唔讓步嘅話，或者你唔釋出少少善意，你唔會爭取到北京嘅同意，亦都唔會爭取到一啲你已經失去咗一啲香港人嘅支持咯。咁繼續落去，其實只會係走下坡，呢個係我個人嘅意見啦。咁我就諗你會唔會可以退一步，即係你可以即係點解咧？改造一啲提名委員會啦，點樣可以譬如廢除功能組別，即係唔一定要係公民提名，但係你可以改組呢個提名委員會，增加呢一個普選嘅元素，而多啲人可以參與到喺呢一個特首選舉入面，即係功能組別廢除功能組別或者唔一定係1/2，可能係更加即係少啲嘅，即係可能100%嘅原本支持。咁你退一步嘅話，釋出善意，你可以得到
一啲原本支持雨傘運動嘅人嘅，佢會咦你哋其實係真係好想去傾嘅，即係好想去解決呢個問題，而唔係好似而家好似你又企硬咗，政府又企硬咗，就係膠著嘅狀態，而會繼續塞呢一啲人嘅民心。呢個就係我想問嘅問題，諗住會唔會有呢個可能？點解你係一直你會諗係要公民提名？即係我知道呢個好重要，但係係咯，多謝。首先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政治判斷，即係如果佢即係大家覺得判斷就係唔願意俾公民提名，但係咪可以有啲即係另外啲渠道係可以即係獲得呢個民主化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判斷，而我嘅判斷就係佢點解唔俾公民提名，就係因為佢唔想開放呢個選舉權，佢唔想開放呢個提名權利俾香港人，佢唔想俾你即係有直接可以揀到特首嘅權利。咁所以就係話，如果一啲你都係變相就係話開放俾你去參與選舉嘅一啲嘅做法，譬如就係話提名委員會民主化或者直選提名委員會，其實呢啲嘅組成方法同埋公民提名係冇分別。呢一啲嘅即係做法，即係譬如就話提名委員會由立法會議員組成啦，譬如就話提名委員會廢除四大界別，全部直選產生，呢一啲即係都係不掂到公民提名底下，但係其實意義係同公民提名一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如果佢願意開放呢一個選舉嘅權利，開放呢一個即係選舉俾香港人去參與的話，其實佢係唔會做啲唔做啲。咁所以呢個我會覺得係一個政治判斷啦。呢個當然係可以討論。咁第二就係點樣可以即係令翻一啲不支持運動但支持普選的朋友係再出翻嚟。咁我相信呢個同個議題設定有關係。究竟我哋嘅議題設定係啲乜嘢呢？究竟係即係撤回831決議重啟5部曲，撤回831決議梁振英下台重啟5部曲，梁振英下台重啟5部曲，堅持公民提名，堅持公民提名廢除功能組別重啟5部曲，抑或係點樣？其實呢一啲都係會影響住個投票。但係我相信，只要個投票嘅議題係同埋香港嘅普選，同一個真普選係有關，同埋同呢一個即係未來我哋嘅路向有關，一啲所謂可能同我哋嘅初衷係一樣。支持民主，反對梁振英，但係不支持公民抗命、不支持佔領運動嘅朋友係會出翻嚟，因為其實投票係一個好相當之低門檻嘅事情嚟。你如果講一啲即係講公民抗命或者講不合作運動，但係如果你連投票啲人都唔肯嘅話，呢啲不合作運動、呢啲公民抗命係邊有人會支持你？甚至係話如果你投票咗咁低門檻，佢都唔會投嘅話，其實好難。即係個稅嗰啲議題已經係基本上係。可能係話有啲人覺得已經係啱係女人，甚至係話有啲人覺得已經係香港人嘅共識，都唔投嘅時候，咁其實係我會覺得有啲即係奇怪咯。如果佢有呢個投票，但係唔肯出嚟表態或者係唔肯現身嘅時候，仲會唔會有同學有問題啊？最尾 round 啊？會唔會有分享啊，或者點樣？好，一次過舉晒先啦。仲有冇？仲有冇？咁如果冇呢位同學就係最後一個今日發問嘅同學。你好，咁我就唔係想發問嘅，就想分享。咁我叫 Jessica 啦，咁就 grad 咗㗎啦，不過唔係 CU。咁其實咧我就而家都有參加過呢個旺角嘅民宣隊啦，咁就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咁就其實我哋其實已經做咗差唔多1個禮拜嘅工作，就係真係去落區咧，同啲街坊咧去講呢個關於民主嘅問題啦。咁其實真係想即係知道中大都就快做嘅時候，咁都即係想話個信息俾大家知啦。其實我嘅經驗就係好多人都係其實你去落區同啲市民傾偈咧，唔係真係一樣咁恐怖嘅事啦。因為咧，我哋係上門咧去，即係逐層樓去同佢哋傾嘅。咁佢哋咧唔會真係即刻鬧你啊，或者打你啊咁樣嘅。咁其實佢哋都係願意去傾啦。咁同埋其實傾多咗嘅時候，你會知道其實佢哋唔係真係話反對民主呢樣嘢，而係佢哋真係對於呢個生活咧覺得好無奈啊。咁所以咧，其實我真係想話俾大家知，其實落區咧係好重要嘅事啦。都希望大家即係如果即係中大呢度咧係有一個政改嘅一個關注組去成立嘅時候咧，大家都真係去努力咁樣去參與喺裏邊啦。因為其實而家講真如果你再喺個佔領區裏邊咧，即係每日去，其實裏邊嘅人其實繼續留守咧，佢哋嘅信念已經好鞏固㗎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一啲中立啊或者一啲遊離嘅分子咧，你係要去話俾佢知，你係要改變佢，或者唔係去改變佢，而係俾佢知道更多。因為其實好多時佢哋俾一啲媒體去控制咗佢哋
哋一啲思想，其實佢哋知道好少。你係要將你自己見到嘅嘢，你自己嘅睇法去話俾佢哋知，咁等佢哋去明白多一啲。咁唔係一定要改變佢，而係去有一個雙向嘅交流啦。咁所以就係想大家真係明白到呢個落區嘅重要啦，同埋繼續支持呢樣嘢啦。即係無論係嗰啲支持佔領或者唔支持佔領嘅，只要佢哋支持民主嘅話，其實都係應該要去嘗試令到佢哋去改變，或者係俾佢哋明白更加多我哋嘅諗法咯。Hello Lisa，我係NA 嘅 hot deal 啦，同埋Master Social Work 嘅。咁咧我有幾個問題想問啦。第一咧就係、其實辭職公投會唔會影響到將呢個831呢一個袋住先方案否決嘅機會咧？因為即係如果而家全部泛民一齊捆綁式咧，就有機會，即係基本上一定可以將佢否決啦。但係如果辭職公投有冇機會係真係我哋唔夠票？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其實學聯，即係我知道你哋非常之辛苦嘅。其實咧而家咁多坊間咁多自發嘅組織咧，雖然唔係每一個都會同學聯合作啦，但係會唔會嘗試去組織一啲叫做綜合性嘅平台？即係嗰個平台咧係可以知道晒所有每一個地區佢而家做緊啲咩嘅。例如旺角民宣隊佢有洗樓啦，例如可能有啲人想搞自由行民宣隊嘅，有啲人想搞呢個內地新民宣隊嘅。咁咧會唔會有一啲係大家可以唔使咁周圍去揾唔同嘅機構睇下啱唔啱自己，而係有一個綜合平台，你係某個時間係得閒，你貢獻到幾個鐘就去做幾個鐘，咁樣會方便到普羅大眾盡量咁樣去滲透同埋參與啦。咁第三咧，其實我自己有啲擔心咧，即係其實我運動完咗之後個秋後算帳會好勁。咁我其實最擔心咧就係你哋啦，即係身為學運領袖啦，即係會有人身嘅安全啦。咁其實我自己翻去諗過好多次咧，點樣可以保住你哋，即係唔好好似劉俊豪咁俾人斬幾刀嘅唯一嘅方法就係你俾中共知道，就算殺咗你哋之後，都仲有好多個梯隊喺下面，即係殺一個陳浩輝下面仲有好多個。即係你哋其實有冇考慮過係？因為其實我哋觀察到就係你哋即係學運領袖被捉嘅時候咧，即係你哋入晒去黃竹坑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斷層喺度。其實呢個都係我哋擔心嘅，因為即係一嚟你哋係即係學生組織，你哋一屆咁樣換咧，咁其實會唔會有第二梯隊已經醖釀緊，可以即係一路做緊其他嘢？咁如果你哋真係有啲咩不測，可以即刻頂上嚟。咁樣呢個係即係我當然唔係就你哋啦，即係我係想保護你哋。即係如果俾佢知道我哋好勁啊，我哋有5個梯隊啊，你唔使旨意喐我哋啊。同埋即係如果你哋上京有咩不測，我哋係咪即係已經預定話嗱？如果咧上京佢哋學生被困啊乜，咁我哋點樣支援？我哋幾十萬人走上街去邊？總之我哋事先揚聲啦。嗱，北京你唔好亂嚟，你咁做我哋就咁做㗎啦。咁樣即係會唔會可以相對保護到你哋咧？呢個係我嘅創傷點樣？一個關於辭職公投，即係啱啱都講過下，就係即係啱啱同唔係同學姐姐嘅問題就係將呢個否決權掛會唔會賠上咗？咁第一就係即係我相信將呢個否決權掛嘅機會真係不大，因為其實係坊間都好大反對聲音，就係點解我哋已經係袋住先咗個否決，即係已經袋咗個否決權，呢個攞翻出嚟投咧，呢個即係大家覺得係需要唔合理。咁但係唔緊要。你唔將否決權掛鈎，但係你仍然係有即係公投，我會覺得仍然係有佢嘅意義喺度，或者係有佢嗰個重要性喺度。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其實關於個平台喺度，而家其實即係由罷課開始，其實學聯都一路有唔同嘅民間團體合作。其實佢哋都即係一路都有個平台係即係傾一啲即係長務啊邊嘅，因為其實學聯講到底都係只係一個得20幾人嘅組織，咁所以你係冇可能去即係做到咁多嘢，必須係有即係好多唔同民間團體今次喺後面度幫手同埋支援，先至係可以即係撐到咁耐咯。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做得好辛苦，但係即係係咯，其實佢哋都做得好辛苦，呢個都有。咁第三個就係即係瘋狂秋後算賬嘅問題。咁我相信其實我啱啱開頭都講過，就係學聯固之前係會有分工啦。學聯固之前係即係就算我同周永康即係秘書處係俾人拉咗咁。都會有同樣學生會，即係學校，即係中大學生會啊，或者係港大學生會嘅常委，係即係take up翻一啲學聯嘅工作，呢啲係會有。咁但係我覺得更加重要嘅係呢一場運動係
造就咗幾千萬個梯隊出嚟，就係一整代嘅年青人都係所謂我哋嘅梯隊。咁所以呢一個先至係更加重要嘅東西，就係我啱啱都講過，佢可以即係拉我一個或者拉我哋幾個，但係不能夠拉晒所有坐喺地下嘅人，亦都不能夠拉晒所有參加雨傘運動嘅人。而呢啲參加雨傘運動嘅人，未來就係香港參加民主運動或者民主運動最核心嘅力量。咁我相信呢一個已經係好清楚，就係一整代人已經係俾梁振英 push 到去佢嘅對立面度。可唔可以舉一舉手？如果佢推國家安全法，邊個會出街？可唔可以舉一舉手？呢個全部都會，呢個全部都會，就係因為今次嘅運動，就因為越嚟越多嘅社會運動係令大家覺醒。今次一次出咗嚟，你係唔會忘記呢個民主嘅種子喺你心裏邊發芽，你係唔會忘記你今次做過嘅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可能今次運動未必係可以立即可以落實到公民提名，未必可以立即到廢除到功能組別，但係大家一定唔可以灰心，因為時間係會證明到，只係會越嚟越多人企喺我哋呢邊，而最終歷史都終將會證明梁振英就係香港嘅歷史罪人，而我哋就係推動香港民主進程嘅朋友，我哋就係歷史上面勝利嘅一方，呢個係必然嘅事實，呢個亦都係我相信嘅事實。所以希望大家喺呢條漫長嘅民主路上面係要一齊行落去，我亦都會同大家繼續一齊行落去。即使今次運動可能會面對好多困難，但一定會同大家一齊行落去。好，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好多謝 Lester 啦，仲有啲事項要講嘅就係咧咁當然大家都即係參與喺場運動入邊啦，但係咧呢場運動咧仲有好多角色係需要大家去幫手嘅。我哋中大政改行動組咧係而家招募緊一啲唔同崗位嘅朋友去做一啲嘅工作啦。咁包括第一樣咧就係校內宣傳啦，希望就係繼續去鞏固翻我哋院系關注組嘅一啲組織啦。咁就最主要嘅功能就係洗班啦、洗宿舍。